台北南部客家团结对抗嘅起落係咗6隊总共分咗前队、後隊、中队、左队、右队同先鋒队。我來自屏東內湖做後隊，我係準備好嘅。我係來自屏東林樂，都係前隊6隊運動會，都係透過體育比賽來聯絡各隊各鄉鎮嘅情感，我透過我嘅方式來紀念以前保家衛國嘅祖先。本愛雙創嘅，我來自高雄美濃，就係右隊6隊運動會呢，可以對運動當中看到乜嘅，就係客家人嘅精神。客家人嘅精神就係殺猛唔放棄，堅持到最尾。唔有閒忙，大家共下來拼。我來自屏東重治，就係前隊，今年又係6隊300年，係非常重要嘅一年。6隊先到好食好搞嘅地方。共下來了，來看大家比賽。我哋準備好嘅，冇問題，共下來了。